發掘城中名人，揭露投資秘訣。King Sir 會客室。来到我们下午时段的 King Sir 会客室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一线金融网呢将会跟着我们的 King Sir 会客室一起来看一下地产方面的最新分析。来到我们的下午的5:13的时间呢，9月30号的 King Sir 会客室，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首先有我们的叶景强 King Sir。Hello King Sir， 你好。你好啊，明你好。Hello。现在市场方面呢，当然美国当中我们看到减息方面的节奏呢不断在加快啊，但是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个问题，包括地缘政治，包括内政方面也是特朗普的一个风格性的走势。所以呢，其实对于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息率，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的乐观。但后市如何呢？当然我们要关注一下专家朋友们到底会怎么样去分析之后的新楼落成量以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需求。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叶景强 King Sir以及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今天电话线上呢，还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嘉宾李嘉格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 Derek。Hello Derek。Hello 阿 May。Hello Derek。Hello King Sir。Hello 兩位。係啊，你好，大家好啊，係啊，係啦，啱。今日咧就9月3號啦，咁啊第三季咧好快又完結啦，咁就即係時候咧，即係回顧下啦第三季同埋展望下第四季個樓市走勢啦。即係首先我哋講講一手市場先啦嚇，即係睇翻咧9月份咧到嗰個成交咧，其實咧一手成交方面咧，其實都相對嚟講好似應該比8月份嗰個即係一手嘅住宅買賣個宗數仲多喎。總結嚟講咧，其實即係一手嘅新盤咧，喺9月份同埋整個第三季嗰個買賣成交方面咧個表現係點咧？同埋睇翻即係第三季同埋對上嗰兩季啊，嗰個情況係咪都係比較多咧？係咪真係嗰個情況未來個走勢都係一手都係比較係即係比較成交會比較多咧嚟緊？係啊，冇錯啊，King Sir。咁啊，截至到琴日為止咧，即係9月29日啊，咁一手私人住宅嗰個買賣登記宗數咧已經有1872宗啊，係已經超過咗8月份嘅1730宗啦，同埋7月份嘅1817宗㗎啦。咁主要咧都係受到多個大型新盤啦，例如包括日出康城啊、港島南岸啊等等啦嗰啲大型項目嘅登記嘅帶動嘅。咁我估計咧成個月即係計埋今日啦，估計就會錄得total 1961宗啊，咁按月咧就大約升5%啦。咁如果你話總結啊第三季嚟計啊，整體一手個成交個買賣登記咧，大約係5508宗，比起第二季嘅5240宗咧，就升大約5%啦。咁如果較年初啊，講緊第一季咧，只係3712宗咧，更加大幅係多出咗48%嘅。咁呢個你係創咗幾耐嘅新高呢？第三季呢個呢，其實係創咗2024年第三季，即係5個季度以嚟個單季嗰個新高嘅。咁亦都係2019年第三季以嚟，即係講緊係超過6年以嚟嘅按季次高嗰個水平嘅。咁啊反映到即係個市場嘅信心呢，其實有個顯著嘅回升喺度嘅。咁你覺得即係從第一二季呢，其實第三季個成交量比較多係咩原因導致咧？即係其實咩因素咧？其實嗱，我諗咧就係好主要嘅因素就係發展商即係好積極咁去推盤啦，而且咧係用一價好低價相對低價嘅開價嚟到推出嚟，咁啊變咗就即係搶咗啲二手市場添㗎，咁所以一手咧喺呢個時間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相信都有個原因就係就係年初嗰時啦，即係司長啦，財政司長咧就將嗰個即係400萬嘅物業啦成交咧就即係去到減到嚟100蚊嘅印花稅啦。咁呢方面我相信都有幫助，啲細價樓啊、新盤啊都其實對個成交有幫助嘅。咁期間咧，我見到咧都好多一啲嘅唔同嘅銀碼啦，有啲可能600萬啊，甚至1000萬，甚至更加高嗰啲銀碼嗰個變幅又有咩影響咧？即係好似係咪會係集中咗喺一啲細價樓呢個情況？嗱咁啊睇翻啦嚇，咁啊受惠喺個100蚊印花稅擴大到去400萬以下個物業啦。咁細價樓我哋見到啦，就喺即係講緊400萬以下啦，喺2月份嘅佔比咧，即係一度咧就高達30%嘅。咁如果連同咧講緊401到600萬嗰個1/3嚟計咧，咁
一齊都係主導緊嗰個市場嘅。咁如果咧第一季同埋第二季400萬以下嘅佔比咧，分別就係有19.8% 啦，同埋13.1% 嘅。咁而第三季咧，即係依家最新呢個情況咧，就睇到咧就已經跌到去咧得返7.6% 嘅。咁其實點解跌咧？咁其實當中唔少咧就流入咗去一啲例如800萬到1000萬啦，甚至1000萬到1500萬個銀碼層嘅。咁其實即係反映到咧嗰個一手個成交咧開始係多元啦，同埋咧突顯咗有啲換樓客嘅市場嗰個出現嘅。咁如果睇翻近月嗰個即係最新嘅形勢啦，即係隨住樓價嗰個回穩啦，有啲買家咧亦都轉向由細單位去換去一啲叫做中型嘅單位。咁發展商同時咧亦都係調整嘅策略啦，見到佢哋都增加咗一啲中價單位嗰個推出啦，去迎合呢啲不同客源嗰個需要嘅。即係話啲細價樓佢原本住緊嘅，咁就買咗啦，賣咗而家啫，又再入翻市，可能買翻啲高價些少啦，或者係由2房變3房啊，所以嗰個推升到一啲嘅即係比較中價個價嗰啲物業都成交都比較多啦嚇，反而少細價樓反而少咗啦嚇。咁睇翻咧就係即係嚟緊啦，就聽日啦就10月啦嚇，10日黃金週啦，就10月國慶，大家國慶啦，我哋。咁咧就預計咧就即係喺發展商方面咧推盤方面會唔會有啲乜嘢嘅部署或者策略會有咩改變咧？因為即係你見到而家個市況都比較好，佢哋會唔會係即係將個價又加翻啲啊？定係話仍然係以量為主咧？推盤上呢，我相信發展商呢，即係嚟緊10月啊，甚至成個第四季呢，都係會繼續積極推盤嘅，因為成個市場嘅氣氛係好咗嘅。咁單睇10月份啦，我哋估計有即係大約9個盤啦，有機會係推出嚟。咁嗰度講緊呢係大約係2466伙左右啦。咁呢，即係有啲重點項目，即係包括即係例如港鐵油塘啊，有個700幾伙嘅。東九龍啟德嗰度呢，亦都有個584伙嘅。同區亦都另一個新盤都係有525伙等等啦。咁我相信發展商嘅策略呢，有幾樣啦。咁包括即係繼續提速去推盤啦，趁個市況回暖啊，加快個銷售節奏啊。咁有機會因為個成個氣氛好咗啊，而採取一個叫做慢慢漸進式嗰個輕微調價啦。即係可能如果賣得好的話，每次加1-2%，咁慢慢將個價穩翻上去。另外呢，就喺嗰個咩付款優惠嗰啲呢，就我相信會維持一個即係高成數嘅按揭啊，同埋啲靈活付款嘅計劃啦。但係可能呢，就會逐步減少一啲叫做直接折扣嗰啲啦。咁另外呢，就係針對換樓客嘅市場啦。咁我相信第四季發展商就唔單話推啲細價盤啦。有啲中價盤啊，甚至一啲大單位豪宅呢，亦都會趁機推出個市場嘅。因為我哋見到近期呢，其實一啲中型單位甚至豪宅咧交投呢都係旺盛咗嘅。另一點好緊要嘅呢，就係施政報告就放寬咗個投資移民嗰個買入，由5000萬降到去3000萬。咁我相信發展商呢都會因應呢個重點啊，去推出一啲即係可能3-4千萬嗰啲叫做豪宅物業去推出個市場應市嘅。OK， 嗱咁睇翻咧，其實咧即係由年頭咧到今天嚟嘅，其實嗰個新樓去貨都去得好快，平均嚟講都差唔多2000個單位啦。咁睇翻啦，政府亦都話好多貨尾啊，好多有成10萬個。咁你睇而家嚟講咁嘅速度嚟講，係咪即係將會嗰個貨尾嘅量咧，相對嚟講會係即係會未來咧會係即係大幅減少咧嚟講？係啊，相信如果以依家嘅推盤步伐嚟睇啦，咁我哋見到一手都即係去到即係第三季啦，累積都依家超過15006伙咁嘅水平㗎啦，咁嗰個顯示個速度咧去貨係快嘅，咁所以咧嗰個存貨啊，或者一手個貨尾啊，或者係累積嘅供應量，其實見到一路係減少緊。
一路減緊嘅。咁所以有信心咧，去到年底咧，即係會逐步下降，舒緩咗嗰個即係之前一路積壓落嚟嗰個壓力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減少咗，你覺得發展商會唔會即係都會即係加翻價啦，冇咁平啦，到時個價錢係咪？我諗未必話會好快去急速嘅加價嚇，因為始終你雖然減少咗，仲有一定嗰個數量喺度嘅。我諗發展商將會慢慢試水溫啦嚇，逐啲視乎個銷售嗰個反應理唔理想，而輕微1至2% 嘅加價就有可能咯，係。好啊，咁啊講完一手啊，講下二手市場啦。嗱，即係減咗息啦嚇，即係對二手市場方面咧，其實睇翻就好似唔係好多受惠喎。第三季嗰個表現係咪都係落後於一手咧？個情況係點咧？係啊，見到二手咧就相對冇一手咁凌厲嘅。咁我哋睇翻啦嚇，表現的確有啲落後嘅。第三季嚟講咧，二手住宅個註冊量咧，估計啊，即係如果計埋今日啊，就有9905宗嘅。咁比起第二季當時錄得嘅咧10176宗咧，按季係即係輕微都跌咗接近3%嘅。咁啊，未能夠好似一手咁樣按季錄得一個升幅啦。不過咧，我哋睇翻咧9905宗咧，其實亦都係過去5季以嚟啊，即係2024年第三季以嚟嘅第二多嘅水平嘅。咁所以其實個二手咧，雖然冇一手咁理想嚇，但係其實都係近年嚟講嚇，都係一個唔錯嘅水平嚟嘅。咁主要原因有啲咩呢？我諗有幾點啦嚇，包括就係即係個新盤用貼市價去搶客，咁啊一手供應呢，即係集中，而且個定價都進取嘅，咁啊分流咗有啲二手嘅購買力俾一手搶咗去啦嚇。咁另一方面呢，就業主個叫價呢，都相對咧係硬咗少少嘅，因為見到嘅樓市嘅氣氛回暖咗啦，樓價亦都連升咗幾個月啦嚇。咁有啲二手業主咧，其實都有個反價或者係收窄個議價幅度嘅，咁變相就反而令到嗰個交投嗰個速度啊，或者個動力係減弱咗少少嘅。另外一點咧就係啲筍盤啊，其實之前咧已經被大量消化咗啦，咁啊剩翻去市場度咧，可能係一啲相對高價少少啊，或者係一啲質素相對比較差少少嘅單位啊，咁啊亦都影響到嗰個即係嗰個交投嘅進度啦。即係一啲嘅筍盤就走晒啦，咁啊業主又硬淨。贏咗，買家又唔肯追價，咁所以可能走咗去買一手啦，所以二手嘅成交就比較少啦。咁但係即係睇翻啦，咁就美國啱9月減完息啦，減息緊嚟啦，咁香港都有跟翻8翻嚟嘅。咁啊對市場嗰個有冇啲咩嘅即時反應同埋影響咗即係成交會多翻呢？嗱咁啊，即係香港減咗1%厘啦嚇，咁實際個按揭個利率嘅都有所下降嘅，供樓壓力負擔係減輕咗嘅。不過咧就減就1%厘咧就相對輕微啊，咁啊減個幅度有限啦，所以心理影響咧係大於實質嘅影響嘅。但係咧我哋見到實際個交投咧，亦都係有個溫和嘅增長嘅情況嘅。例如我哋個50指標屋苑啦近期咧都係喺90幾宗至到接近100宗個水平啦，嗰個徘徊嘅。咁啊減息咗之後咧，即係最新過去嗰個禮拜咧，亦都有個好輕微嘅即係一個嘅上升咁樣啦。咁就見到啦，嗰個資金成本咧，的確係下降咗嘅。咁其實有進一步咧，就鼓勵咗有啲投資者亦都重返個樓市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除咗一啲中細價樓之外咧，有啲即係比較中價或者又接近豪宅啲嗰啲水平咧，陸陸續續嘅交投咧，應該都會有所上升嘅。咁啊，另外睇翻咧，即係
喺第三季啦，其實港股嚟講就即係都升得幾凌厲啊，淨係一季咧升咗成差唔多2800點啦，咁差唔多成10% 㗎啦，即係10% 㗎啦嚇。咁表現都幾凌厲嘅。咁但係預期即係股票上啦，咁有冇財富效應令到個樓市喺第四季會即係會有啲振奮嘅作用咧？有嘅，呢個絕對有嘅嚇，因為港股其實講緊今年嚟呢，即係表現都一直都好凌厲啦嚇。咁我相信呢嗰個財富效應陸陸續續都會出現嘅。咁其實我哋如果參考翻啦，睇翻第三季呢，其實都開始見到有個效果出咗嚟㗎啦。咁包括近期嘅豪宅啊、高端物業嘅成交都多咗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數字啦，第三季如果你講緊1500萬到5000萬嗰啲一手物業呢。一手私宅呢個買賣佔比呢，其實係升到去10.9%嘅，比起第二季當時5.9%呢，係累積升咗5個百分點嘅，即係反映到個財富效應呢都係出現咗嘅。現在市場方面的一些的財富效應以及樓市方面的走勢呢，專家朋友們的一些分析大家要密切留意，因為現在目前市場方面內外圍的一個資金流動方面都非常有的特色，而且在接下來一段時間裏面呢，有可能在整體的一個樓市供應以及資金方面的一個靠攏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方向性出現。歡迎大家繼續鎖定我們的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一線金融網。那麼感謝我們電話線上的嘉賓主持葉錦祥 King Sir， 同時有我們的嘉賓朋友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 Derek。Thank you Derek， 期望下次呢再次邀請 Derek 跟我們來看到樓市方面的最新發展。再次謝謝 Derek， 謝謝 King Sir。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兩位，拜拜。好，拜拜，拜拜。